也多年来，咖啡产业在台湾生长的鸦片哦，都市路方乃如看得到咖啡店的。照农委会农粮署的统计，去年呢，台湾嘅咖啡进口量有21000人公吨，抢下总消费量嘅93国家。关于菜地生产、菜地卖嘅咖啡，也总啊引来引发的。其中南投央国乡乡总额为200公顷，系关于清泰嘅咖啡产地。和推动全台湾第一种咖啡产地认证。不过，国乡有一般国家的咖啡总也提林办提方哦，林管处唔鼓励，不过系已经改正草林的，如系大公顷有种600头国家的草林木，如同意呢维持现状。不过，总也提林办提方的咖啡是唔得申请产地证明标头哦。国乡农会如自家来推认证，唔推人标产量，做因呢自家嘅精品咖啡。一比一 BAP 咖啡留下来面试，咖啡评鉴师这个打分数，也系比测评鉴的其中一项。南投县今年的咖啡评鉴，无论系品质也数量，都系按多年来千度千赞的一百。负责几只评鉴，关于咖啡一定有名的烘焙中，用唔是按度按赞来形容。这次我们观南投县就收了40只豆子啊，量非常大哦。像我们前2年都在台南东山，也只收了20几只，然后前阵子嘉义举办的全台湾省的，也只收到40多只。手工的比测系个无泡过、咩无煮过，表现出咖啡豆本来的风味。因为咖啡对种、质处理到派，都会影响到咖啡的味识。故所评鉴咖啡抢数上的咖啡豆，同一派两到几粒咖啡豆都会算清楚。经过比测评鉴，咖啡农才会知道自家种的咖啡豆好坏同哪道的。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评鉴会，增加它的曝光率。甚至多送几支到国外，能够取得精品级认证的越来越多，大家就知道南投咖啡的好。到南投咖啡，我们觉得很有潜力，因为我们跟其他县市对测结果，我们觉得它这边潜力很大，它的那个丰富度很够。会比较差就是它那个后置在加强。因为世界级的吼，那有杯测水准，就 SCAA 杯测水准85分以上呢，就世界级的精品的。目前国乡的咖啡差不多80分之85，就准精品级，还蛮达到真正的精品级。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评鉴的活动，提升个品质。按多年来，台湾咖啡产量千度喺南投、台东同屏东3只县市，其中国乡建中建度喺国内咖啡产量千度嘅乡镇，有70人嘅咖啡农，总系减减嘅200公顷。国乡咖啡面对年菜每日的也有，都也系台湾精品咖啡。尤其去年、今年吼，国乡乡的咖啡可以说已经供不应求，没有库存。以前的咖啡日本吼，伫国乡乡5年前，日本咖啡它都500个元，你下日本咖啡一般都卖到1000克、1300克左右的价位吼。过去国姓咖啡只知道种，不知道怎么去卖，还有那时候政府机关。听到咖啡就摇头了。我们台湾的工资这么贵，哪有办法跟国外去比？尤其这几年，咖啡的生产都超过20%。那时候国姓咖啡在民国95年，根本咖啡1公斤300块还没有人要。将配好咖啡豆倒出来，规件的品相。其实国乡开始种按度的咖啡，每也10年来的事情。旧年太地堂国乡系怎样？这样是同规片的讲堂堂的9分以上，发现了阿拉比卡台湾原生种。有人讲太地堂对国乡相当伤害，不过要带来机会，咖啡也是国乡的有机产业。家下因的北乡色彩唔伫一样的，个成分落去。加拢大部分拢种香蕉、种橙的、种柑的、种水果。切莫容易又发现到，
用的是从唔是看过的这部迄唔理嘛个东西，屹立不摇。哦，大家看到真欢喜，好都看见其他哦，这咖啡。他们在国际上面，他们已经种植咖啡超过100年，所以对品种的这个控制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他就很清楚说，我这一片山林我种的是什么树种，我可以产出的咖啡的量有多少。国外主要咖啡产地，比如讲中南民族，单单有几百年的咖啡文化，好比讲中国千年来的茶土文化。国乡咖啡产量一下增加很多，显现诸多问题就系品质又好又坏，包含配的技巧、突出唔好咖啡豆，亦得后置过长。国乡乡公所先透过经济部的提产基金，补助600万元来搞咖啡农用的做。去年又有农委会的农粮署葡萄向智慧财产局申请了全国第一只咖啡产地证明牌照，本乡公所合法给农民来用。一个原有的迄讲佢补助600万的，还有报名国信咖啡要抢庆斗安的高秀团队吼，这2个产销班那边搞安尼，我们安有啲条件就讲咧，咖啡按好国信乡无空气水源的污染，又是中高海拔种那咖啡，同时安尼伫去年6月初1吼，我们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偏方，底下还有全省唯一产地认证吼，国信咖啡。现在像102年进口的量，差不多是有21000多公吨。那以国信100公顷，其实它的产量也才90公吨。所以你要在90公吨，要去怎么去跟21000公吨去竞争？那最好的方法就是靠产地证明标章。不过申请产地证明牌照的标准，像10年的提申请会得。事实上，国乡乡单中国开发的山区，这个题目是林班梯。照统计，也还亲手一般客家国乡咖啡是中途林班梯，申请唔得产地牌照。不过，一道咖啡，其本身的咖啡是非常优质，不过佢都种对林班梯。林梯佢海拔较高，拢差不多800到1000。对来讲，去台湾的阿拉比卡原种来种啊去台湾驯化的那种咖啡来讲基本上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海拔。不过呢，佢无法度参加认证。公所他们在申请产地证明标章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个产地证明标章核发的要点。那这个核发要点，他会去规范，就是说农民来申请这个标章，他必须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如果是在林班地种咖啡，就是不合法。那为什么不合法？因为林班地本来就是应该要造林。和9分23弯弯弯弯的山路巷，归路的时光上，弯110弯就看到的规山规片呢，像引头使用的咖啡豆。林班长今年有票的几公顷的私人地来种咖啡，加起来总共种的减的14公顷，也是全台湾生态咖啡农。佢用槟榔树来代言，补足咖啡生长需要时间。今年长落雨高，山风还辣辣，不过咖啡豆熟的无天天摘，迄讲日头出来一晒，一定会变黑。这个就是会造成裂果，原因就是这个咖啡果胶它已经饱和了，好，它果实已经代表成熟了。那成熟的时候，它果胶会里面的果胶会很多。那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下雨的话，雨水它要吸收到这个水分，它咖啡这个果实它就会自然会爆裂，这就因为水分太多的因素。咖啡唔向好种公有多，要种头中国开发，掌握有好的品质。农民当然希望林班梯做得加减加金到的。希望说政府来配合一下农民，因为毕竟这个土地啊，它除了我们是跟政府承租我们造林以外，当然你也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啊。那是不是说，如果这个咖啡可以搭配造林树种，这样一个混农林的一个政策来做的话，那是不是对农民来说会是一大的帮助？这个乡乡真件好吃的咖啡无认证，较日本较水准较韩国的，电都有认证。也迄美讲做一个反淘汰。较人讲的，基本产地认证了是做像茶的情况，
有在马路上跑的啊，通通有认证的啊。结果 BMW 靠后一查，点都是某挂牌。林务局他们也针对这个部分在做研究，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解套的方式就辅导这些咖啡农去种造林的树种，那1公顷种了600棵，就变成是一个粉农林的状况，就一方面也可以达到造林的效果，那也不会影响到它咖啡的一个经济栽培跟经济的收入。而古道国土保安农委会也是用改正草林的标准，是讲1公顷种600头客家的草林木，制作的位置也是粉农林。韩国为了解决林班体咖啡无办法认证的问题，国乡乡农会想要推出农会认证的国乡高山咖啡。林乡长伊嘛请关心，伊向来讲无农会来认证啦吼，我哋还要请教相关部门吼，我出单的来保证，佢都系我采梯的。但是佢没私有地，佢是林班地，我保证佢把相关毒物检 SGS 是通过的，也杯测水准是70分以上的，阿妈还采地林班地。国外主要咖啡产地1公顷的平均产量都有1300公斤客家，世界上产量最高系到巴西，1公顷有8800公斤按多。台湾无才调同国外比，要做是两手品质作战。国乡乡决定用草第2的结合，2数年无要紧，到国内做第2名的精品咖啡。台湾咖啡的这个品种是比较老一代的Typica。它每公顷我统计过，每公顷大概生豆的产量大概是400公斤到800公斤，国际标准呢？国际的每公顷生豆产量多少？抱歉，1300公斤，也就是说我们连人家最基本的标准都到不了。我要说一句老实话，1000米以上的才能够有好咖啡。还有就是你看看如果是，你看看我们这边1天的工资要1000块，在伊索比亚1天的工资150，那你说我们的咖啡成本差多少？你要推到世界去跟它竞争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地能够引用，然后自己来内销，就是避免都外销那么多进来也不错。香气，这是叶门摩卡，那咖啡有人学了偏向面，国乡乡喺咖啡嘅产地，三无几多间咖啡摊，而时间机会掌握有文化，也特别想要发展出安样嘅咖啡文化。佢到请用精品级嘅种研头，为咗推广国乡咖啡，和特别落嘅很多采体之讲。那你5年、10年以后，国信咖啡一定是不输给华山啦。那现在你去华山看，其实门可罗雀，那反而是我们国信推产地认证。我为什么取名它叫在地之光？因为我觉得我住在国信，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第1支的国信咖啡推出去。我让客人第一眼看到我们视觉的左上角第一个就是在地之光。我讲的进口咖啡的甲我咧吼。也是讲以前有一些乡镇有的情形发生错信讲你的咖啡农整个一个信用破产，你骗人等于骗一家庭啊。一啲好食菜地嘅咖啡，最易看得到未来，係講上會到後生人繼續來種，也做係一個徹底永久經營嘅產業。我們希望的咖啡的國信鄉那邊以後都長長久久，喝咖啡人很多，尤其年輕人他中上年齡的話你喝飲咖啡咪真多。所以講，我哋希望講，這個區塊如果通過落地方帶動起來，睇下如果加上啲地位希望咧，就年輕人如果可以進來啲國鄉鄉那邊睇下如果都活絡一個經濟。淡雅、清香、在地，然後食物里程很短，還有就是你會覺得是一種愛鄉愛土的飲料，這樣子，我覺得國信咖啡是這樣。像現在是採收季嘛，然後現在是尾段了。等到這一批咖啡全部都採掉以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開始從整修枝條啦，整修枝條的目的就是要讓這個新芽然後長出來，這個新芽長出來，這個我們明年就是要
从这边再开始采收我们明年要的咖啡。老咖啡头摘下来，再过1年要剪树牌。过头年推一片山啦，还会看到像安样熟熟的樱桃色咖啡头。因为咖啡认证，保证也喺台湾自家生产、自家卖的桂香咖啡，唔但将生物立场减少嘅，还有采体轻有密些的采体器。